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啤啤，今日整沙薑煎豬扒，好香口，嫩滑多汁，簡單又易整。我哋而家即開始啦。材料有豬扒2塊、沙薑粉應該要半湯匙左右，薑末1湯匙，蔥花1湯匙。我哋先剁鬆豬扒，兩面都剁下，邊邊帶啲肥嘅筋位要切斷，咁煎嗰時就唔會捲起。醃料有1/4茶匙鹽、1/4茶匙糖、少少白胡椒粉、半湯匙沙薑粉、1茶匙生抽、半茶匙麻油、1湯匙生粉，放埋啲薑末。2湯匙清水拌勻，然後放豬扒落去，兩面反下撈下，等豬扒吸收醃料同埋水分。當豬扒吸收足夠嘅水分，一陣間煎嗰時就唔會乾。豬扒厚身嘅就用筷子拮下佢，等佢入味同埋快熟啲。撈勻之後，我醃咗差唔多10分鐘，有時間嘅就醃半個鐘。拎去煎之前，我哋要上啲粉，都係羅生粉。放生粉咁個外皮會更脆。我都係隨便咁樣灑喺面，懶洗多隻碟。差唔多咁嘅狀態就可以啦。放啲油喺個平底鑊嗰度，我比平時放嘅油多少少。放豬扒落去，用中大火搖一搖個 pan， 有足夠嘅油，咁豬扒先至會脆。冚蓋煎焗20秒，然後開蓋煎1分鐘，煎乾啲倒汗水。轉金黃色就反轉，另一面都係先冚蓋煎焗20秒，然後先至開蓋再煎。反轉之後，重複咁樣煎焗。然後再開蓋，煎乾啲倒汗水，重複咁樣做，直至豬扒全熟。我哋用筷子篤下佢，冇血水流出就表示熟啦。灑少少芝麻喺面，煎出嚟嘅油汁會令芝麻自然咁樣黏住。最後轉大火煎香煎脆兩面，同時都要小心避免煎燶啲芝麻。每面煎多10零20秒到，咁就 OK 啦。最後灑啲蔥花喺面，咁呢個沙薑煎豬扒就食得啦。希望你哋都會鍾意。未訂閱嘅朋友，歡迎訂閱撳鐘仔。如果可以嘅話，請幫忙分享我哋嘅頻道出去。多謝你哋嘅支持同收睇，我哋下集再見啦。